今仔日是过年初一，即天我已经等足久啊。为虾米呢？因为即天全部的家族拢会去阿公因兜遐坐。规年烫天，就干那即天会有遮济人伫遐咧出现。哇！若是到迄个时阵，咱就会做伙大春联放炮啊。讲到迄个炮仔声，实在伤够大声。我认为吼，已经比妈祖咧出世的时阵搁较大声。听了后，我的耳孔就足疼足疼的，但是这嘛无法度。到中昼的时阵，咱就开始围炉，但是吼，大家的重点拢毋是咧食菜，是咧讲话，讲甲一句话，讲足济话。哇！但是我无共款，我就一直咧食，因为迄个鸡腿吼，实在伤够好食的。哇！拢停袂落来。哇！了后吼，就是领红包的时阵，领着红包了后，我就会使摕迄个钱去买我的脚踏车，伫迄个安平的运河驶来驶去，去扇迄个风。哇！真正是够爽快。哇！恭喜发财！祝贺了后，逐个拢摕着红包啊。但是暗时的时阵，爸爸就甲我讲，人若是大汉，就爱开始欠钱啊。欠钱了后，你的钱就会变济。若是有钱吼，我就会使买我想要买的物件。听了后，我就决定要去银行遐欠我的钱。哇！若是有钱吼，我就会使买车，嘛佫会使买我的香蕉，豆豆仔食。哇！收了即天，我就甘愿安尼等落去，希望我有趁大钱的一天。多谢。